兄弟姊妹大家平安，今日是2026年5月初4。今日这个经文是诗篇102篇第1到17节，出来及记13章17节到22节，使徒行传第7章17节到40节。今日要甲大家参加分享的主题是主同行。以马内利，上帝同在，是上帝互世间人最大的应允。上帝嘛，因为人的无同款的需求、境况、时间、地点，有无同款同在的方式。上帝互这个绝望的以利亚开一条生路，互天使来照顾伊，养饲伊，食物件，互伊恢复体力。今日的经文出来及记13章17节到22节，记载着上帝甲以色列人出埃及同在。上帝的方法是用云条、用火条来陪伴，甲以色列人同行。埃及王放以色列人离开的时，上帝无带因行迄条经过非利士较近的路，因为上帝讲行了这人民拄着战争就后悔，去倒转去伫埃及。所以上帝带以色列人西对红海旷野迄条路。以色列人拢武装对埃及地出去，摩西带约瑟的骨骸离开，因为约瑟有叫以色列人手同抓，对因讲上帝一定照顾恁，恁着带我的骨骸做伙倒去。因对苏格出发，伫旷野的边界，以通会接应。上主行伫因的头前，日时用云条甲因带路，暝时用火条甲因照光，互因的日时、暝时拢会当行路。日时的云条、暝时的火条，拢无离开以色列人。司提反伫咧面对审问的时阵，又搁提到着上帝怎样呼召亚伯拉罕，并且赏赐伊应允的福气。不但有囡仔，伊也后代伫埃及生养正道，后来坐甲毋捌这个约瑟宰相的法老王来掌权的时阵，就开始来苦虐待这个以色列人。上帝就差派摩西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上帝亲自甲以色列人同在同行，并且行足济的新约来保守看顾以色列人。但是总是有人袂明白上帝的同在，却掠做也是讲故意去扭曲，制造金牛讲这就是带咱出埃及的神明啦吼。使徒行传第7章17节到40节，司提反的见证安尼讲，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允特别实现的时阵，以色列人伫埃及的人口加添真济。后来阁有另外一个毋捌约瑟的王来起来统治埃及，用诡计来对付咱的民族。虐待咱的祖先，强迫因家囡仔迄伫外面，互因死。拄即个时，摩西出世，生做非常精受得人疼。伊伫伊老爸的厝受养饲3个月久。伊受放杀的时阵，法老的查某囝甲伊捡去做家己的囝来养饲。伊受培养学习埃及一切的智慧，讲话做代志拢有才能。摩西满40岁时，想要去探索家己的兄弟以色列同胞，但是伊看到一个兄弟互埃及人来欺负，就去甲伊保护，佮拍死迄个埃及人，替伊保护。伊想讲家己的兄弟会了解上帝要用伊的手来解救因，毋过因无了解。隔日，因看到2个以色列人咧冤家，伊想要甲因调解讲，朋友，恁拢是兄弟，哪着安尼互相伤害？毋过迄个在欺负人的，甲摩西撒开讲，啥人认明你做阮下头人，做
做阮的判官。你嘛要杀我，亲像来杀迄个埃及人嘛？摩西一个听到这个话就逃走，去米甸人的地来寄居，伫迄个所在生2个囝。40年了后，伫西奈山的旷野一个天使的刺背中、火焰中，摩西显现。摩西看见这个景象，感觉真稀奇，要行去看较详细时，听见主的声讲：“我是恁的祖先的上帝，亚伯拉罕上帝、以撒的上帝、雅各的上帝。”摩西行到避喘，毋敢看。主对伊讲：“下躺起来，因为你所徛的所在是神圣的地。我的祖民伫埃及所受的苦，我确实有看到。”嘛听到因的哀求，我就来，就是要来拯救因。当你来，我要找你去埃及。这个摩西以色列捌甲伊拒绝，佮讲甲伊讲，啥人任命你做我的头人，做判官？这个人，上帝却通过伫火焰中显现的天使，差派伊做领袖，做拯救者。伊带因出来，伊伫埃及。伫红海，伫旷野40年久，行真济的神迹奇事。这个摩西捌对以色列子孙讲：上帝要对恁同胞中间来兴起一个亲像我这款的先知。摩西嘛捌甲伫西奈山对伊讲的话，迄个先使甲咱的祖先伫旷野聚会，伊有将所有领受的信息来传予咱。咱的祖先毋肯听谈，颠倒甲伊拒绝，想要倒转去埃及。因对阿伦讲：“你着做一寡神明来甲阮带路，因为带阮出埃及的迄个摩西，毋知拄着什么款的代志。”诗篇101篇第1节到17节，则请兄姊妹家己来研读。恳求主爱上帝保守阮、带领阮，互阮甲阮同行，互阮会当脱离苦难。求主帮助阮明白，只有靠主甲主同行，才会当得胜。恳求上帝伫阮的一生的中间，同在保守甲阮同行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